来看南台的仁爱乡一个部落发生着凶杀案，一个60多岁菜农，讲可能是甲另外2个嘛是60多岁农民有承租土地纠纷。这个冤仇已经隔真久，待真重了，怎引发着杀机？昨暝这个菜农是举迄种土制这个霰弹枪，也就是线子啊枪，甲2个人扫射了后，结果自我了结，3个人拢死甲真凄惨。针对着案发的经过，警方等深入的调查。原近日公寮友芳锁线，并且伫附近采证，这是南投仁爱乡立兴村的关用部落。昨暝7点左右发生3死的凶杀命案，一个伫当地种菜姓钟的菜农，举土制线子拿枪拍死另外2位菜农，而且甲头家讲杀人案。派员前往案发处所来发现，公寮内有2名男子倒卧。那身上还有地上有大量的一个血迹，后续在离公寮附近1公里的农田里面有发现疑似犯嫌的中姓男子，他是41年次，也自杀身亡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这个71岁姓钟的菜农，甲被杀害2名农友，分别和无共款头家请伫部落内种谷类菜，因为3人耕作的面积顶塔，为了要收回土地，3个人冤仇已经待真久啊。那本案已有租地耕作的一个纠纷引起杀机，造成这一起3人的命案。姓钟的菜农，伊的头家讲，3人种菜土地是由姓钟的菜农承租的，伫深山那内离部落真远。也不过另外2个人，唔知是为安怎，嘛伫这个土地里种谷类的菜。当时姓钟的菜农敲电话甲回息咧，讲后盖袂当搁甲斗种菜啊，伊感觉唔对，才会随报警。也不过意愿无度阻止悲剧发生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